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會喺19號嚟本澳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0週年活動，以及澳門特區第3屆政府嘅就職典禮。梁安琪報導。澳門東亞運體育館將會係回歸日舉辦多項慶祝活動嘅場地。雖然距離回歸日仲有幾日，體育館嘅保安已經好嚴密，周邊嘅運動場館門外亦都貼出禁止進入嘅標示。車輛正門入口封閉，改為由射擊場對面嘅側門開放俾車輛進出。所有進出體育館嘅人都要經過檢查。而往國際會議中心入口，警方派出多位警員，又出動警犬，而場內亦都有多部嘅警車同埋消防車駐守，確保當日嘅安檢工作順利進行。而澳門科學館將會喺回歸紀念日期間開幕，喺科學館附近警方明顯加強保安。中央政府代表團會喺19號上晝抵達澳門，下晝將會參加活動同埋參觀，夜晚出席特區政府嘅歡迎晚宴同埋文藝晚會。12月20號，澳門特區成立10週年當日，特區政府將會喺上晝舉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0週年大會暨澳門第3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。下晝特區政府將會舉行特區成立10週年慶祝酒會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安琪報導。